种下一颗菩提心，晴朗天空万里无云。菩提心就像是闪烁的星星，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种下一颗菩提心，让心灵平静又安宁。只要跟随着佛法的指引，一步一步迈向光明。一顆菩提心。師傅啊，點解會突然間搞一間免費素食餐廳呢？阿彌陀佛，其實搞呢間免費素食餐廳緣起呢，主要呢都係因為定善喺一個巧合嘅機會認識咗有一位叫雨花長老嘅出家人，就係我前邊呢一位啦。咁呢位雨花長老佢用咗20年時間去建議所有人去做一間免費嘅素食餐廳，但係各種因緣唔具足，一直都冇實現到呢個夢想。直至到遇到大雄法師啦，然後呢個因緣亦都成熟咗啦，就辦咗我哋中國杭州嘅第一間雨花齋。雨花齋呢個理念呢，亦都深深打動咗定善。其實佢嘅理念亦都係定善心目中多年嚟想做而未有做嘅事情。咁既然因緣成熟啦，定善呢亦都揀咗油塘作為係一個弘法嘅基地啦，所以呢就決定喺油塘我哋香港殺業最重嘅地區做一間免費嘅素食餐廳。目的呢亦都係通過呢個平台更好咁樣引導眾生啦。另一個呢亦都希望係減少呢一方嘅戾氣同埋殺業嘅。阿彌陀佛。師傅啊，咁喺籌辦期間呢，有冇咩障礙呢？障礙一定有嘅。做一件咁嘅事，係喺咁短嘅時間要籌辦一件咁嘅事，同埋我哋揀咗一個殺業咁重嘅地區嚟做一件善事，係一定面對好多嘅障礙。比如講之前呢有居士呢承諾咗係支持我哋呢個餐廳嘅所有裝修費用嘅，但係突然間因緣或者唔具足啦，佢就退咗。之後呢，定善決定喺20日內馬上舉辦一個齋宴。當時呢，好多居士都覺得冇乜可能，因為20日你要擺45圍幾百人，大家都好擔心。但係我哋都好感恩有諸佛菩薩同埋各大護法嘅支持啦。咁我哋喺1個禮拜內呢，將所有嘅齋院飛係全部賣晒嘅，而且呢，更加令定善感動嘅就係好多嘅護法居士呢，佢哋都發心將自己嘅心頭好或者一啲珍藏品攞出嚟支持呢個免費素食餐廳嘅開始。所以呢，我哋呢次嘅拍賣品同埋義賣品呢，個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啦。咁亦都希望通過呢個齋宴，除咗可以起到宣傳作用，更加希望呢就係多啲人去支持同埋參與呢一個善行。阿彌陀佛。讓心靈平靜又安寧。